大家平安。平安，今仔日是中秋节，咱一堆亲人拢返来到咱的厝内底，来三个主集，咱来敬拜咱的上帝。来，这时三个来吟这诗歌，伫主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来，三个来吟这诗歌，来，你的手接我。伫主内面，咱拢是一家人。 4月到8月，第二派我去大陆出差5个月，
我想讲，我这个去，我一定要我3比8顿，因为我袂晓煮饭，去遐唔知要食啥物货。总是我要去的时阵，上帝就找派一个天使，是一个退休的人员，伊嘛要去台中做工课，甲我做伙去，所以伊逐工就做饭互我食，我逐工就洗碗。我伫厝从来毋捌洗过碗，总是我人家洗2个月碗，平安简单工作，伊煮饭我洗碗，所以我当然肥2公斤，衫拢袂穿的。所以上帝问题有时真正到命，伊知影你的欠缺，知影你无倒位无够，有时毋是真大的代志，有时是小小的代志，总是伫遐你就感觉讲上帝啊，真正感谢你，因为你知我哋无到遐，你知影我倒位。袂晓，你就派迄个天使来帮助我，所以我甲伊讲，你是上帝差派来的天使，我正要转去，所以大家等我感觉哦，有好有意，好看起来哦，好边无边吼，各位市转来，真正是上帝的恩典，所以其实真做一个基督徒，真正是足幸福的，因为你所需要，你还袂祈祷来先，上帝就一定为你所明白。兼且有时咱会拄着艰苦的命，总是上帝嘛为你差派真正天使。替你祈祷，总是有时是你唔知的，所以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用单纯的心来过每一天。咱最后再来用这条诗歌，咱大家吟两遍，真感谢你，献上咱的感谢，伫这个中秋节献上咱上大的欢乐。将一切归乎咱的天命，天光夜明，咱三个人。